甚至也还有很多热心的有识之士发起，你先领，我 OK 啊！向国人同胞报告，非常感谢我们国人同胞，大家从各个不同的岗位努力，像有那么多人夜以继日，24小时在生产线上，我们有这么多热心积极的邮差同仁去收，然后送到全国的药局，有这么多的药师药生，他们来分配分包，并且还维持秩序，让国人同胞领得到，甚至也还有很多热心的有识之士发起，你先领，我 OK。因为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实名制上轨道，大家都不但可以买得到，而且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口罩。那因为渐渐的越来越上轨道了，所以我们产能也增加，因此我们从今天开始会配送给第一线医护人员及基层诊所和有特殊病患需要甚至住院陪病等口罩加倍。这些做法都是把口罩给最需要的人，并且我们也看到专家都出来呼吁啊，在我们现在全国没有社区感染的情况下，我们健康的人过正常的生活是不必戴口罩的，所以我们会随着整个口罩产能增加及实际运作的情况后，我们都会随时因应各种情况来做调整。但实名制是不是真的要演到2月底3月初？我们实名制是全世界唯一做成功，是因为实在感谢我们有最好的健保卡、健保制度，而且还有我们看到这个资料云端，整个这些建制是多少年来多少人的努力，我们这套机制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并且我们还看到很多在键盘后爱国的这一方面专精的人士，从民间力量也能让我们国人同胞就从整个视讯上、网络上都可以知道口罩的情况。因此，我们现在随着整个供需渐渐越来越有把握后，我们会看疫情的需要，因为疫情还在发展中，所以我们现在的实名制推展顺利后，我们会随着供需及量能，我们先给第一线最需要的人员、医护人员、病患等，那进一步我们会再做，是不是要怎么样子来做，我们都会随时向国人同胞报告。而这一次也让国人同胞知道，我们所有资讯都是透明，也因为这样，国人同胞看到政府努力在做的事，也谢谢国人同胞的支持。